后来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城中城的大火，夺走着46条的人命。外界质疑城中城的消防安全甲公安有欠点。今仔日市长陈其迈同意着消防局长李清秀甲公务局长苏志芬请辞落台。陈其迈市长昨日同意消防局长李清秀、公务局长苏志勋两位局长的请辞。市长感谢两位局长在过去一段时间对市政的努力与贡献，相关业务人员的行政责任也渴望一并厘清处理。讲这个火灾发生了后的第一时间，消防局长甲公务局长都已经向市长来请辞，也毋过当时市长讲以救灾为先。即摆陈其迈认为，行政调查已经到一个段落，感谢两个局长伫过去这段时间对市情的付出甲辛苦。讲这礼拜五，行政调查就会完成，相关业务人员的行政责任嘛会做伙来处理。